主后2023年9月11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欣赏的掠风。圣经传道书第3章20到第4章16节。所以，人上好是会当享受家己所打拼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的报赏。死后的代志，啥人会当互伊看到？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压迫的代志，受压迫的人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有势力，受压迫的无人甲因安慰。因为安尼，我甲遐已经死去的人恭喜，因比还活着的人较幸福。搁遐个还未出世、未看见日光下面所发生歹的代志的，我看因比这两款人还较好。我阁看到人一切的劳苦甲逐款工作的成就，是因为人甲人中间的怨妒、竞争造成的。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愚妄的人手揽行毋做代志，枵甲饿死，一手满满，毋过安然自在，比双手满满，着劳碌搁掠风较好。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有空虚的事，有人孤单无伴，无囝嘛无兄弟，还佫劳碌无煞，无看所有的财富做教业。伊讲：我劳碌刻苦，无享福，到底是为着啥人？这嘛是空虚，是无意义的工作。两个人比一个较好，因为两个合作会得到较好的效果。若一个跋倒，还有一个会当甲伊扶起来；若家己一个跋倒的时，无人通甲伊扶起来，这人就真不幸。两个人做伙困，较烧热，家己一个哪会烧？受攻击的时，敢若一个人拍袂赢，然后两个就会当抵抗。三股会说无遐好带长。善且有智慧的少年人，比年老毋肯受忠告愚妄的王较好。有人对监狱出来，后来做王；有人出世伫王宫，后来变做善且。我看伫日光的下面伫生活的人民，拢军队刷接做王的少年人。伊有领导真侪人民，毋过后来的人对伊无介意，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欣赏的掠风，好，人人拢欢喜。这个字常常带互人肯定感和心情舒畅，同时的友好表达彼此亲爱，若是复数的好，有效果加倍的情绪悸动。若安尼好的感觉对倒位来？有一部分是对接受到外界善意的对待，另外一部分是对人努力表现的成果得到肯定。只是好的感觉，无拄拄每一遍的情景拢同款，也毋是每一个人的反应拢相像。爱偌好才算好？有人讲好，真好，
毋过要爱搁较好。接着搁讲，要爱上介好。对这个加深程度的好，通发现，若无比较，就无法度定义好。总是只要有比较，也免不了会发现，世间的一切一直拢存在着无公平。这种对比较得来的问题，传道书出现过7段，或者称作胜过的格言。4章6节用完成过来邀请人选择，若只会当对一手满满，毋过安然自在，甲双手满满，着落落搁掠风较好。这中间二选一，你要爱的好是倒一个？检测有人安尼问的时，你可能也会跳脱问题本身，想讲，我若会当亲像某人，双手满满，搁安然自在，毋知会偌好。若会当亲像某人的比较，现代中文译本用2个形线来表达迄种感觉无够好的感觉。第一个形线是对孤单甲压力来的，有时阵孤单互咱感觉压力，有时阵压力会互咱变甲孤单。伫孤单中，咱所想的是，谁愿意陪伴我、帮衬我、透放压力？总是伫这个强调责任制度的社会，真实的情况是，人常常用"这是你着爱做的，是你的责任"来规避彼此应该着付出的帮衬，彼此应该陪伴辅助的责任。当人因为形线对帮衬有期待，却得袂到帮衬，反倒会互看做是无负责任，就会有失志的负面感受。亲像传道书所讲，我甲遐已经死去的人恭喜，因比还活着的人较幸福。第二个形线是对人一切的劳苦甲逐款工作讲起。人有能力做工，是上帝的恩赐。人会当靠工作趁钱饲活家己，是一种恩典。因为安尼，人才会当得到自由，对所做的工作中意识到自我价值，搁借着工作帮衬别人。总是人落落工作，追求功名，若是因为形线厝边，落落就无搁再有创造力的祝福，反倒会成做压力的来源。安尼，落落工作就会互转变做滥用权势、控制别人的手段，搁用继续去追求永无止境的好、真好、搁较好，然后上介好的下场，就可能亲像第8节所讲，是孤单无伴、无囝嘛无兄弟的空虚。默想，安怎才会当心安理得，通好享受工作劳碌的祝福？保罗讲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甚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这句话值得咱基督徒深思。安怎才会当心安理得，通好好享受工作劳碌的祝福？保罗讲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还是做甚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这句话值得咱做基督徒的深思。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愿我会当照真理行，专心敬畏你的名。我要一心上赞你，只有独独荣耀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